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4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百夫长的信。欧美国家的基督徒流失非常的严重，其实迄种加拿大基督徒的家庭的人流失，其实嘛真严重。当咱看到安尼的问题时阵，心中可能会产生足侪疑问。当然，第一个咱会问，为什么会安尼？咱总是认为，伫基督化家庭长大的人比较有机会接触到信仰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是毋是这个伫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囡仔，真正有接触到信仰？也就是讲，接触到真好的信仰教育呢？这值得咱来深思。也就是因为伫基督化家庭长大的人，到参加伫教会变成做一种要求，无有感动，聚会却无接受到好的教导，甚至会去接触到一寡错误的影响。另外，如果信仰变成做是宗教，成做一种的文化尔定，那安尼信仰真紧就变成做无感。过去的人捌安尼讲过：一代兴，二代明，三代无无明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我上满厝经。好，那亲像说明着一寡加拿大基督世家的人，为什么无到落尾无去教会的原因。欧美的教会的目录文化化的这个宗教行为有关，因无要去教会啊，因为真自然认为教会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尔定，伫厝里嘛共款啊，所以渐渐就无有迄种感动，失去了信心。为什么会一代兴？初信者，或者是咱对圣经以色列人的观点来讲，是外邦人比较容易受感动呢。台湾人讲一代兴，是因为确实看到这初信的基督徒非常的热心，因的热心是对伫因的信心。为什么？咱知影早期台湾非常欠缺各种的资源，迄个时代，但是物资欠缺，医疗嘛只有迄种走江湖的密医的时代，经济嘛无介富裕，因为当初时差不多大家拢是做实的。大部分的人破病的时阵，不但无有医生通去问诊，就算有较好的医疗，嘛无迄种的经济通去开销找名医。早起济人安尼初信的基督徒，因拢是因为宣教师所带来的西方的医学。基督信仰伫这个所在，因伫遐来得到帮助甲医治，甚至这会拢免费。也因为安尼，因就安尼一个接一个来改信基督，无惊家族的反对势力，因就成做基督徒。
并且非常的热心。热心伫初代基督徒初信者的心上，时常会通被人看见。但是伫传统上基督化家庭内底，却比较看袂到即种的热情。可能是看济啊，嘛可能无感啊，嘛可能亲像犹太教共款，常常掠家己做牛，看袂惯教会的改变，对教会只有指指点点，意见袂合就选择离开教会。因却袂记即基督徒的蒙恩得救是一个恩典，也袂记即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无有别个救恩。佮较袂记即基督徒应该爱有好调以及违心的心志。违心就好像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：我的子民啊，听吧；我的国啊，爱留心听。我要将我的法律赏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带予因光明。我要即时来救原因。我得胜的时阵到啊！我要亲自统治万国。遥远的岛屿咧等我，望我去救原因。恁着爱仰望天，观看大地。天要亲像云消散，地要亲像沙破烂，地上的居民要亲像雨神来死亡。但是我的拯救却永远无停止，我的胜利世代长存。知影什么是公正，心内刻条我教示的人啊！恁着爱听我的话，毋免惊别人的侮辱甲讥笑，因会亲像破烂的衫，互虫食掉。但是我的拯救永远无停止，我的胜利世代长存。救恩甲上帝的法律是无法度分开的，因为改变是为着互公义确实实来实施，并且带来光明。初代信徒或者遐个外邦的人，一旦接触到福音的救恩，就愿意专心的投入，这是上大的差别。路加福音记载中间，咱看到一位外邦罗马的百夫长的信心。咱先讲伊的背景，伊是一位百夫长，罗马的公民，是一位实民统治者的代表。但是伊却同时是一位真有疼心的人。因为伊所求的并毋是家己的祝福，乃是为着厝内中间伴同病的仆人，伊来代求。因为安尼，咱看到伊不但是热心为着下属来代求，更加是对遐个互伊统治的犹太人，因相当的好。也因此，伫耶稣基督有信心，伊来托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基督施恩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耶稣军将讲完这的话，就到伫加百农。遐有一个罗马的军官，伊所器重的仆人患着重病，得要死。军官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请求耶稣来治好伊的仆人。因到耶稣遐恳切来求伊，讲这个人的确值得你的帮赞，伊爱互阮犹太人，捌替阮去做会堂。不但安尼，
伊个非常有礼节，有分寸因为安尼，伊的信心就更较强大。圣经讲，安尼耶稣就甲因去，伫要到遐的时阵，军官托几个朋友来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毋免劳烦，你到阮兜来，我不敢当，我家己也不配甲你见面。只要你吩咐一声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就亲像我顶面有指挥我的长官，下面有受我指挥的兵丁，我命令这个人去，伊就去；命令迄个人来，伊就来。对我的奴仆来讲，你做这个，因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个话，非常的着惊，就转身这军队伊的军将讲：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的信心，就算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我也毋捌看过。遐被差派来的人，等于到军官的家呢，看见军官的仆人已经好啊。安尼一个真单纯的信心，成就了伊的仆人得医治的神迹。这正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所得学习的信心。诗篇121篇，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战队叨位来？我的帮战队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伊袂互你绊倒，伊的保护者袂拄面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在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，脱离逐款灾难。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一时直到永远。听阮的上帝，透过外邦罗马军官的信心佮疼心，帮助阮了解信心的重要性，疼心的实践，谦卑的恳求就会通得到应允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